台南新市国小有成立一个口述艺术团，团员拢是国小的学生，因用台语上台表演唱歌跳舞，一个月搁再巡回演出台南市8间学校。 讲到牛，我知影有赤牛、水牛、黄牛，搁有泥牛。学生伫台仔顶趣味佮活泼的表演，不管是牛、猫啊，也是大目水鸡，大家拢做伙唱歌谣。 台南新市国小的口述艺术团来到桂林国小表演这出《内山竞赛找头路》，台仔卡的囡仔姊、囡仔兄看甲真欢喜。口述艺术团为着这摆表演，才排练3礼拜尔，因全程拢用台语。我学2个月，我是5年啊。敢若出名的所在是老师会教阮唱跳的方式，跟家人都讲闽南语，对啊。 回来就很活泼乱跳啊，就会教妹妹唱唱跳跳。新市国小这个社团已经成立17档，上细汉的学生才1年啊。因的剧本甲歌谣拢是刘惠荣老师写的，伊甲台湾这块土地的日文风景甲故事写入歌谣，互囡仔哪唱歌哪学台语。我表演的是大家巴。囡仔爬上舞台的时阵，伊会当有自信。 啊！你这个语言教育就是爱好感觉趣味嘛。啊！你迄囡仔吼，伫台仔顶咧演，你啊看迄台仔骹就对咧学。哦啊，迄囡仔咧对囡仔咧学，就是上介好的迄个学习的这个行动。啊，佮上介重要就是讲，囡仔若有舞台，爸爸妈妈敢会做伙来。 过去这种课程拢是找布袋戏团，也是其他表演团体。今年对这个月开始，是刘惠荣老师带学生去8间学校巡回表演，透过古水的念谣甲歌谣，互囡仔伫生活中轻松学台语。记者陈嘉文、刘伟做台南报道。